台大病院一个教授去互指控性骚扰，立委不满代处理的拖拖沙沙，甚至互这个教授离职了后，也会当出入病院。今年头一天，美国向奥良就有退伍的军人赛车弄人阵落车开枪，拉斯维加斯有饭店是电动车爆炸，两件拢无排除恐怖攻击。55岁女选手是一年就走366场马拉松，计共超过15000公里，为冷感的机构募超过200万的善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新闻头起先来看这台大病院，最近有一个教授是去互指控性骚扰，有立委就不满这台大咧处理是拖拖沙沙，甚至互这个教授离职了后也会当出入病院，甚至讲这明明是去年2月就已经咧调查，到达犹原是也未停发。将台大病院不孕症名医施教授涉嫌性骚扰真济自愿医师，引起社会关心。对这代志，调查立委质疑台大病院处理过程伤慢钝，就连台大校方到即马拢无做出最后的处罚决议。国民党立委陈建辉坦白讲，外界笑台大病院是性骚扰病院。本案112年10月提出检举，113年2月就开始启动。台大医院到底有没有延迟调查？我现在在网络上看到，您知道台大医院有一个绰号叫宝山医院吧？您知道吗？最近又多了一个绰号叫性骚医院。这件事情，台大医院都依法行政，因为我们也主动通报。台大病院院长高明贤表示，本案无sin扫人，去年2月是由院方主动立案调查，去年5月调查结果出来，6月考纪会决议记一大句。因为这个教授是教职兼移植，所以同步把结果寄予台大校方，佮通报地方政府，规个流程拢有依法进行。针对医师互人控告性骚扰还是性侵事件真多，医界团体建议应该比较儿童虐待等不良教保员加违规医师名单打上网，通确保民众就医的权益。呼吁应该要比较英美等国的做法，让民众可以进店查询到医师是不是有不良记录。有关于要建立狼医，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认为，有建立一个平台来公布这样的资讯，其实是看起来是值得严厉的，所以要严厉。区台员讲，只要是性别三法规范的范围，卫福部拢会研究设置专门平台，互民众通查询。对于这个教授代志发生了后，也伫台大妇产科国楼站出现，院方表示未来会加强门禁管理。若是台大校方教评会一定会伫1月完成处罚，并通报教育部。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今日公布劳动基金绩效，去年前11个月收益是达到1兆328亿，破历史纪录。这其中薪资收益是超过6900亿，这下注加劳工平均一个人食红会当领55000。加新的一年，劳动部就为劳工带来好消息。七日公布去年11月上新劳动基金的成果，显示当月收益是936亿，前11个月达到1兆318亿，创历史新高。新制劳退基金达到4兆5800多亿，收益超过6900亿，旧制劳退基金收益1700亿。不多预算啊，因为劳工那么辛苦，对吧？政府基金赚了不少钱啊。那就应该分给这些劳工。如果我能够决策的话，50万都不嫌少，不嫌多。如果5万很好啊，现在小孩子上班1个月也不到5万块。因为新制劳退基金收益差不多6940亿，那分配给差不多1272万的有效校户，平均每一个劳工应分55000。在2024年，投资部会分布在国内外的股票跟债券。股市跟债市2024年受到美国联储会降息的影响，表现都还不错，造成劳动基金它的获利表现不错的原因。学者分析，劳动基金用来买国内外股票甲借款，除了因为去年美国联准会降利息鼓励以外，资金无配置伫市场较无稳定，外国甲中国资产 AI 产业带动台股走强，也有美国总统川普当选，经济政策无确定性大大降低，拢是互基金获利增加因素之一。记者综合报道。纽西兰的牛奶对今年开始出口来咱台湾，唔免扣关税。农业协会就烦恼讲，这进口的牛奶是较俗，但是制造商拢该买进口的，咱本土的牧场恐惊是都袂少间。农民嘛烦恼讲，这卖粮的店可能拢会改用进口的。
有家长甲教师团体伫行政院口集合，话讲爱阁有大班有青领政策，因为部分教师不愿行政院进前宣布停办。不过，这个团体代表认为，应该持续互学生囡仔啉国产零，为着学生囡仔健康，更加为着照顾本土酪农。纽西兰这个牛乳零关税的这个议题啊，势必会打击甚至打垮本土的酪农啊，可能会衍生出新的家庭问题，甚至社会问题。大家是为今年开始，纽西兰液态奶会当免关税入来台湾，真俗的进口奶冲击成本较悬的本土奶。奶业协会指出，伫签署协定10多年前就知影有这项，不过10年来政府虽然有准备，却做无到位，佮加大班有青领的政策不明，即马都要进口入来台湾啊，实在无法度乐观。对方的部队已经开到城门口了，我们自乱阵脚，又整个就垮掉了。协会指出，10年来农委会补助酪农更新自动化生产设备，不过需要抽签，规划精选本土牧草来降低生产成本，也无看到效果。若是年品种成本的考虑，用进口奶代替本土奶，短时间内恐惊大家拢无法度维持。短期间内就是一定会看到很多的乳牛场会关厂，按照目前的步调跟目前政府的配套措施，来不及稳住或来不及救。酪农虽然知影本土奶养殖的真青，嘛知影挑战真大，希望推出本土青领标章来做产品的分别。不过即马也卡掉的，敢讲敢靠个人对国会的忠诚性。最怕的是在可能是手摇饮料市场的部分，他可能选择比较便宜的一些纽西兰的乳品的话，就会排挤到我们国内鲜奶的销售量。去年底，农业部已经表示，一直伫协助酪农提高生产效率。最近10年来，青领产量成长3成，也已经拟定产业转型升级计划，所来会协助小农青领产品导入甲通路合作，加强甲连锁饮料业者合作，增加国产青领的使用量，加强食农教育等，甲酪农做伙迎接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外有啥物重要的消息？咱做伙来看。这月底就是旧历新正过年啊，这回乡赛车就要注意。高道警察就讲，这旧年高速公路是发生70件死亡车祸，这当中都有19个死者无下安全带。也若是讲到高速公路死亡车祸的原因，第一就是疲劳驾驶分心，第二是超速违规，第三名是乌白换车道。接落来看，这为着防止黄牛抢门票赚钱，文化部是鼓励演唱会主办单位都要主动规划神明节入场，嘛请这6都的规划，予有神明节卖票演唱会会当优先租场地，甚至阁会有优惠。这代表小巨蛋已经在试办。上尾来看，这美国股票2024年封关3大指数拢落，不过若是看今年的表现。标普500指数是连续2年拢起超过20%，纳斯达克指数起要3成。专家就预告，在美国股票也有起的空间。另外，因为国际上对遐个摊销，所以讲这黄金的价值可能会继续起来。接落来，咱来看国际消息。这帮宴会迎接新年求一个好彩头，不过宴会威力是真强，都要交予专业的人员来操作才较安全。德国柏林迄边，都有人是帮家己做的违法的宴会，造成5个人死亡，另外还有30个警察、1个消防员受伤。德国首都柏林的历史性地标布兰登堡门迎接新年宴会表演，吸引6万外人到场欣赏。为布兰登堡门一路一直到胜利纪念碑，全长1.9公里远的街路，那亲像大型街路 party 同款闹热。社区的公园、广场、人行道也拢有民众几阵人，真欢喜伫咧放烟火。不过元旦这天，为了加强高危险性的，依法必须要有专业人员操作的烟火，甚至是家己制造非法的烟火，在全国各地造成的伤亡意外嘛真济。柏林警局出动3000外的警力，上街头去执勤，一暗落来掠到将近300外人。这个过程有30个远警，1个消防员红棒受伤。12山区的公园内有一栋建筑物导火烧起，90个消防员无用甲透早才甲火控制。Wir haben an die 330 Freiheitsentziehungen, Festnahmen durchführen müssen. Es ist zu zahlreichem Beschuss gekommen, sowohl von Rettungskräften als auch von Einsatzkräften der Polizei.
Und wir haben auch einen schwer verletzten Polizeibeamten, der mutmaßlich von einem illegalen Feuerwerkskörper getroffen wurde. Er ist schwer verletzt worden. 威典区2个街区元旦前一暝传出自来水管破气的意外，35个消防员伫现场无用2点外钟，部分社区嘛短时间无水通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2025年头一天，美国纽奥良就发生恐怖攻击，是有一个退伍军人赛车弄人顶佮落车开枪，造成15个人死亡，35个人受伤。而且这个嫌犯的车顶佮有发现疑似人骨机仔，警方怀疑讲也佮有共党的。另外，同款是美国伫咧叫城拉斯维加斯一间饭店外口，是有一台电动车特斯拉爆炸，造成1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目前嘛无排除是恐怖攻击。这2个案件拢是嫌犯，拢是共款驶电动车，而且是伫咧同一个平台租车的。所以讲，这2个案件敢有牵连？当地调查单位也在调查。元旦透早3点15分，纽奥良市中心闹一个破棚机，有15人高速赛车冲入人群，然后落车开枪，甲警方发生枪战，最后被弹死。现场拢是火者，10位罹难者拄伫涂骹正行人。当局调查了后，公布凶手是42岁为德州来的退伍军人贾巴。伫迄所内的福特皮卡顶悬发现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机仔，甲其他疑似土制爆裂物。目前调向恐怖攻击方向来进行调查。拜登甲川普认为现今甲后任总统表示哀悼甲谴责。The FBI also reported to me that mere hours before the attack, he posted videos on social media indicating that he was inspired by ISIS, expressing a desire to kill. We do not believe that Jabbar was solely responsible. We are aggressively running down every lead, including those of his known associates. 执法部门全面搜查市区，也搜查凶手伫德州休斯顿的车机，调查可能的共犯。纽奥良当日原本举行的大学美式卡球季后赛沙腾杯八强赛，圣母大学甲乔治亚大学对决也决定延赛一日。同一日早起8点40分，轿城拉斯维加斯的川普饭店外口有一台特斯拉的赛博皮卡车停伫遮，然后爆炸导火，造成车内驾驶死亡，7人受伤。车内发现有小可臭火大的加速管甲烟火，因为爆炸力向电管导引限制破坏性。边个旅馆连大厅的玻璃拢无破。警方表示，这是一个单独的攻击事件，车顶无任何伊斯兰国旗啊，或者是相关的线索。联邦调查局也无法度确定这是毋是恐怖攻击。虽然这间纽奥良事件同款，拢用电动皮卡，虽然透过共济共享平台透露照的，目前无法度确认两个之间是毋是有关系。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推文指出，轿车这场爆炸是因为这台组的车内底有正大型的烟火，或者是炸弹引起的，甲车本身无关系。特斯拉高级团队也在全力协助调查。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南韩的法院发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期限到1月7日后礼拜一。所以讲，检方这几天是一定会出动抓人。总统官舍尹锡悦的支持者甲反对派是拢客伫咧遐画口号对价。原来是尹锡悦本人是发一封这亲笔签名声明，强调讲一定会战斗到底。南韩总统尹锡悦3届期罪约谈了后，法院伫3月1签发逮捕令。这场逮捕令时效敢若到1月7日，所以警方这几天都必须动手抓人。即马还有消息传出，警方可能伫初2礼拜4就会前往关铁逮捕尹锡悦。这位刚伫尹锡悦的关铁外有几100人聚集，成员者甲反对者2派人马分别画口号，表达因的立场。双方对立已经3天。 지금 이곳은 내란 속에 윤석열이 머물고 있는 대통령 관저 앞입니다. 저희 진보당은 내란의 우두머리 윤석열의 체포, 구속, 처벌 없이는 2025년 신년의 새로운 희망을 그리는 것이 불가능하다고 생각합니다. 윤석열 대통령께서 비상계엄을 선포한 것은 어떤 대통령으로서 자기의 권리를 행사한 것인데 어떻게 이게 내란죄가 될 수 있습니까? 尹锡悦发亲笔签名声明，感谢支持者，并表示家己会奋斗到底。不过，伊一直留伫关铁无出面。南韩的高级公职调查处已经向总统警卫处发公文，表示若做妨碍逮捕，可能会以渎职加妨害公务这个罪名起诉。根据南韩媒体《东亚日报》伫元旦公布的最新民调，超过7成民众赞成弹劾尹锡悦，差不多6成7认为伊触犯内乱罪。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
新年到，北韩伫咧平壤冒举办大型的暗会，领导人金正恩甲祖囝金珠爱是同齐出席。根据南韩国家情报院的消息，金珠爱是当来接受接班人的训练，是这目前接班的机会上介悬的人选。全球各地拢伫咧闹热迎接新年，北韩嘛是共款。跨年暝，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伊的查某囝金珠爱手交手做伙参加伫咧平壤举行的大型表演活动，包括金正恩的妹妹金武正、罗西亚驻北韩的大使等人嘛到场来参加。金正恩行入去观众席的时阵，现场的人随拢大声喊万岁。在晚会顶端有盛大的歌舞表演，中国有放烟火，金正恩和因查某囝不时拍破蚵乐，各会当看到金正恩搁开喙对咧唱。到头上结束，正式来到2025年的时阵，金正恩嘛无袂记咧和查某囝面打面热情谈一个，坐落来向对音乐得调的观众握手致意，现场是有够痛。北韩的官方媒体无讲到金正恩敢有发表任何新年的演说，但是报道指出讲金正恩有收到真侪国家领袖送伊的新年卡片，包括对中国国家主席遐来的。外界发现讲报道内面无讲到习近平的名。伫这之前，北韩官方媒体捌讲金正恩伫咧写互普丁的批内面，先到稳固北韩和罗西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分析指出讲，金正恩和罗中两国领袖之间的互动敢若有差。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55岁比利时的女选手杜索恩，伫咧2024年的上半天，完成伊今年当中的第366场马拉松，也就是讲，伊旧年是逐天拢咧走马拉松，破金氏世界纪录。伊是计共走超过15000公里，冲破24项鞋啊！当然，伊嘛是成功为着这灵感的研究机构，募到超过204万代票的善款。伫众人的欢呼声之下，比利时选手杜索恩冲过终点，嘛继续家己过去一档来挑战。2024年是闰年，所以有366天。伫别人庆祝汉年的时阵，今年55岁的比利时马拉松选手杜索恩是连续走366天全马的马拉松，来度过2024的最后一天。Before I started, I was pretty confident that I could do this, but during the year I was hesitating a few times because I fell a lot. I got sick and sometimes the weather was very bad. 这项马拉松的挑战是为2024年的元旦开始，杜索恩逐天无论透风落雨，要走完比全马马拉松42.195公里更较长的42.5公里。规档走落来，累计走15444公里，拢总走歹24项的鞋啊。在挑战的过程中，伊嘛捌因为跋倒受伤，就医了后，伊阁重新计算走马拉松的里程，所以一天上侪是走过70公里。One day I fell. It was in September and my finger was dislocated and that happened after 27 kilometers. So I had to go to the hospital and they put my finger straight, so but you can still see it. It's still a little bit crooked. So, but then I came back home and I restarted the marathon. So I ran about 70 kilometers in total that day. 杜索恩的挑战，会逐天爱提早去公司上班，方便较早下班，用4点外钟来走。第2024年最后一天的挑战，甚至有700多名支持者的陪伴。上尾后，伊用4点钟17分40秒完成最后一天的挑战。到时阵嘛，替灵感研究机构募款超过6万欧元，差不多代票204万6000块。但是纪录得到认证，杜索恩会对平巴西跑者连续走366天的纪录。伫完成挑战了后，杜索恩表示，为新的一年开始，伊总算有时间会当陪伴囡仔甲出来人。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一般的马拉松拢是办伫咧室外，进前英国煞是伫咧二战期间捌使用过的磅空办一场地下马拉松。这参加的人就爱挂驾照面顶的安全帽，走42公里。英国第一场地下的马拉松。伫咧英格兰南部城市普兹茅斯，这个伫1942年起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护航加海军使用的地下掩体。走的人拢戴有电火安全帽啊！伫咧这条760公尺长、按摩摩果式的坑道内面，走42.195公里，也就是伫下骹来回走91年。为磅空顶较低，若较落的人才小按一个才有法度过。It's damp.
there's lots of water coming through some bits of the tunnel. It's dark, obviously. They've all had to have head torches. They all seem to be enjoying it. 这个运动组织拢专门拣一寡较奇奇怪怪地点来办马拉松，进前就办过伫咧家家内面走，伫码头边走，伫咧规栋的停车场内面走。这边伫咧地下走马拉松，有87个人来参加。伫这项比赛，第一个走到终点的是男子组的迈克伯基，成绩是3点钟42分27秒。伊那女子组冠军是罗拉华特斯，4点钟过22分钟。There was enough room to get by if people weren't running two abreast, but just twists and turns, and by the time you sort of started on one lap, you'd finished it. 主办单位讲，2025年11月会搁办一遍伫咧这个废弃的军事设施内面走马拉松的活动。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元旦除了看烟火，有的人是去车头看火车，因为今年是英国的火车通车200周年，在英国50多条涂炭火车的路线，是伫咧元旦中昼12点同时淡水犁庆祝这项重要的发明。小气火车头伫11号中庆出阵阵白烟，这是英国南部霍斯泰凯因斯车站，嘛是福国路线兰陵火铁路的停靠站之一。由爱好者组成的历史铁道协会，今年主办大型活动铁道200，规年拢有活动，庆祝全世界头一条铁路通车200周年。元旦迄天中昼11点，全球有50多条路线，超过200台小气火车，同齐起喇叭，为这个特别的一年展开序幕。 Well, it's very exciting. I mean, I've been involved in the Blue Bell Railway for over 20 years, which is quite a short time compared to some of our volunteers. And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railways. I mean, I can remember travelling behind steam railways as a child and as a young man. So yes, it's a very special time. 2025年对英国铁道迷来讲是意义重大一年。1825年，英格兰东北部城市斯塔克顿甲达灵顿中的铁路正式通车，是全世界头一条使用烧气动力提供载客服务的现代铁路。There's one guard on the East Coast Main Line. I'm not sure whether he's still there now, but he said, whenever I go around and check tickets, if there's kids, I will let them clip the tickets. Because that pleases the kids and the parents. And then if you get any problems on the way, the train is on your side. 虽然火车早就无搁使用烧气动力，英国也是有一寡铁道迷伫全国保存搁营运烧气火车。对英国人来讲，火车的出现代表英国伫工业革命时期科技正进步的美好年代。以后的200年，火车是全世界上界重要的运输方式之一，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 东南欧上大的铁路模型是放伫咧克罗埃西亚一间博物馆内底。这71岁创办人是因为健康有问题，无法度继续经营，按算要甲博物馆卖掉。不过，伊望5万改买的人是会当甲所有模型也有设备放伫原地所在。 经过大街小巷两旁行过铁桥到另外一个山头，必经过有路的缩小版主题列车，铁道总长1.5公里。这是伫克罗埃西亚首都扎格雷布的巴克迷你快车博物馆上大的特色，也是东南欧上大的铁路模型，但是全球有名的主题列车模型。有美国的圣塔菲列车，为1883年开始营运的欧洲长途列车东风快车，甲德国的城际快车。 Mi tu radimo već 15 godina na ovoj maketi. Prvih 5 godina smo radili na njoj i nakon toga smo otvorili za posjetitelje i to je bila stvarno puno ljudi je došlo i nakon toga smo počeli petak i subotu smo otvoreni za javnost, a ostale dane smo radili tu, popunjavali sve to jer na početku je to bilo samo drvena konstrukcija i makete, sve se je vidlo, nije bilo brda ni ničega. I onda smo počeli to sve zatvarati i evo, u ovih 9 godina puno toga smo napravili. 这是何所有模型运作的主控室，嘉宾演唱会当天的出赛场拢是为主控室内底操作的。
当初巴克甲其他模型设计师共同打造铁道博物馆，突然因本身就是铁道迷，也佫希望透过全人解说规起甲设计过程，互囡仔无过只专注伫电脑、手机顶悬，会晓动脑筋表达家己，发挥创造力。可惜已经71岁巴克因为健康问题，拍算关博物馆，佫卖出部分铁道商品。参观博物馆上大乐趣，就是因互铁道迷摕遥控器家己驶火车，这总共有150个火车头，1000台火车。巴克讲，这模型景观甲电子，抑个机械系统，拢是为这间博物馆设计。所以希望买人应同意，互这物件永远放伫同款的位，而且也爱赶紧找到买人，啊若无博物馆可能就永远关起来咯。公司新闻新录陪朋友。感谢您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